你有冇發覺廣東地區而家啲女包生意越嚟越難做啊？嗱，你諗下10幾20年前嗰啲包包係所有女性出門嘅標配，人人都孭一個喎。咁啊，市場銷售又穩定又火爆。但係近呢幾年咧，着裙嗰啲女性咧越嚟越少啦。咁嗰個女包售賣量就持續下滑，庫存咧擠壓嚴重，搞到成個行業咧走緊下坡路。真正導致嗰啲包包生意下跌嘅有2點原因。第一，時代生活方式嘅徹底改變，以前啊冇什麼電子支付嘅，嗰個包包裏邊咧一定有荷包啦，放現金啦，放銀行卡啦，放嗰啲咁嘅票根啦，呢個係剛需。隨住而家電子支票普及啦，一部手機搞掂所有嘅消費，唔再需要隨身帶住個包包，帶住啲雜物，咁啊需求少咗，此其一。此其二，廣東嘅奢侈品消費額上年係全國墊底嘅。雖然咁樣，亦冇人夠膽質疑廣東人嘅實力。大多數話廣東人咧低調務實，其他省嘅人咧認為睇世面係用外在嘅標籤去包裝自己，即係個牌子越高端越好，造成個負面結果就係需要更高價嘅外物嚟到證明自己嘅身份，慾望不斷，人就越嚟越焦慮。又反觀我哋廣東人係唔一樣啊，身邊周圍都係批發商行工廠，一件商品全製作流程、生產成本同埋源頭價，大家都熟頭熟路。只要你知道專櫃大幾千嗰啲衣服，源頭成本可能就幾十蚊嘅啫，日價上千萬嘅啲奢侈品，價格虛高到離譜，咁你仲會願意去買咩？而比起嗰啲花重金購買華而不實嘅所謂名牌包包，廣東人更加願意將啲錢使喺美食嗰度、居家等等實實在在嘅地方。包包生意唔好做，唔單止係支付方式變咗，更加能夠睇出廣東人一門心思使錢從來都係好清醒務實，唔講究一身大牌嚟到撐場面，人字拖短褲，食15、16蚊一份嘅豬腳飯，舒適又自在，咁就廣東人嘅生活追求啊嘛。